波俾對手逼甩咗腳球啦！嗱，好彩自己將功補過啊嚇，救翻出呢個咧就盧卡斯嘅左腳咬射先啦。嗱，斜插埋嚟已經快過出入門將就防出一步㗎啦，盧卡斯，但啱埋就啱啱俾阿波比方面成功攻翻走。個波比咧就第二循環啦，輸俾大埔1-2嘅時候，都曾經入過大埔波嘅。另一次機會馬卡雷納左路傳速，呢邊側壓批定得手，帶住到盧卡斯啊，上場13分鐘為大埔先開紀錄。嗱，本身馬卡雷納少少推甩腳，但係一拍埋連拍贏，再依高山落嚟福至森林嘅後腳傳速，俾翻馬卡雷納彎個波埋嚟，少少大咗，少少過咗龍，但盧卡斯好嘢啦咪就係、追翻去遠處位置，不慌不忙側壓批頂成功得手，結果大埔咧好早交領先啦。另一次機會啊，又係盧卡斯大尾浪翻落嚟啦，散埋去又過唔到啦，龐卓希再兜翻轉頭一框回翻轉頭，華為呢個湯射地波又俾基能比救翻呢個空門，但最後攻勢完結之後咧，在裁判都係舉旗示意，本身就越位在先㗎啦。應該就係指盧卡斯第一下接嗰陣已經有越位之嫌。另一次機會，個球彎到馬卡雷納頭上頂到埋龍門擋，仲有後上加俾你補射埋去，又過唔到龐卓希嗰隻腳喎，連環撲救，精彩神救添啊！龐卓希呢下先用手再用腳，成功都頂得住先啦嚇，令到北區係不致多失。今屆雖然北區失波就相當之多啦，不過好多場賽事咧，龐卓希都有一隻上佳嘅演出嘅。出嚟咯，北區嘅反撲啦！呢入睇下右腳鋸埋去啊，就嚟自羅廣威啊！可惜越腳就鋸中個波底，同埋上半身有啲向後搞啦，頂住佢哋嘅靠 Sir 啊，陳志康教練喺度。咁啊，曾經早前帶領過北區4連勝添㗎。到正常補時階段啦，華為迪嘅頭槌啊，應該將個比數改升到2-0咯喎！助攻係邊個啊？咪就係今屆助攻大王咯，伊高沙托尼啊，連出第15次嘅助攻，好靚傳中波，後上華為迪又係頭槌搞掂你啦！兩週之前對住流浪啦，就下半場保持6分鐘頭槌入波，嚟到今日殺科日就上半場保持3分鐘，將個比數咧就改寫到去2-0。去到下半場比賽啦，大家換邊再戰，盧卡斯又係表演時間，呢啲咪就係卡士咯，盡顯卡士盧卡士啊真係，外地鋪上真係好靚直線。等個波身後流到身前攞呢球波啊！佢第一時間個波一流到身前，即刻左腳彎曲，但個波未到之前已經調整緊佢個步穩㗎啦。當時佢哋都係收到消息啦，知道李文響同一時間賽事就落後緊嘅。再大埔呢下係可以啦，後上奪冠㗎，仲有另一次機會啊！右腳驚射跑嚟自盧卡斯嘅起腳，可惜未能夠今日嚟做第3次上演帽子戲法。第二都屬於咧就今屆啦，如果單計聯賽方面啦，帽子戲法次數最多嘅就係佢啊，之後補頂一下仲有馮冠明添啊，呢個防守中場球員，雖然已經大幅度落後啦，見到北區並冇放棄嘅，肯定俾翻上前，呢邊連過2關，然之後隻腳趾俾一片個地波落去，精彩 solo 入波嚟自舒拉普啊，後備登場，個照咧就肯定係傳中啦，一初。連過2下就正財，避個位發頓，然之後鞋底再搓過咗一隻落腳嘅加比爾，個總數69分鐘追翻成一隻1-3先啦，入波就舒拉普，今屆聯賽第7球波啦，仲有基人哋3刀上嚟嘅遠射，啱啱就柱邊出界。咁啊近期好多比賽見到基南美嘅助攻啦、遠射方面啦，有翻及賽嘅水平㗎，呢又唔係爭好遠嘅啫。如果出到2-3，應該南美加利會更加緊張刺激嘅。看台上面因傷缺席嘅上屆足球先生陳兆軍，繼續 check 住手機。另一次機會咯喎，叫呢邊咧就盧卡斯啦，拖慢少少，避過羅曉聰，左腳勁射埋去，又係過唔到門將就龐卓希啊！龐卓希好波啊今日啊，以盡所能㗎啦。但係級數上面咧就明顯真係大步勝一籌。咁之後仲有一個咧就以為有12碼事件，叫馬卡雷納爆落去啦，當時球證係吹罰咗呢丹尼路㗎啦。但原來佢有條隊 check 真少少，再 call 翻落嚟睇真少少，應該馬卡雷納響未俾呢個咧就係呢個丹尼路咧就掂到之際，已經準備放軟身體向前倒地就想搏12碼，最終球證睇翻片咧，選擇推翻12碼判決，改判插水，黃牌警告馬卡雷納。咁啊最終咧就呢球12碼就取消咗啊嚇。馬卡雷納都冇投訴啦，佢應該知道自己發生咩事㗎啦嚇，係有心去搏嘅，原來真係，丹尼路俾翻個 like 先嚇。
俾翻隻主裁判先啦。咁啊呢邊咧就其實馬卡雷亦都試過咧就唔嚟球10碼啦，但係好彩就冇事發生，比賽繼續。跟住華迪想過埋龍門嘅，佢特登擺大體，希望擺大少少動作過埋龍門先入埋空門，但一推過就已經甩咗腳啦，都唔緊要啦。最終大埔3-1擊敗咗北區全取3分。同日賽事李文就輸咗俾流浪嘅。喺大埔戲劇性環境底下，直接殺翻嚟呢3分，後上反壓李文，攞到呢就今屆嘅港超聯嘅總冠軍，亦都係大埔嘅史上第2次嘅港超冠軍。上次係18到19球季，當屆教練都係佢，非常之堅嘅堅 Sir 李志堅啊！但係今次嘅失而復得可能會更加係堅開心添喎嚇，因為賽前始終係稍為被動一方，黃維定都當住呢一場波嘅最佳球員啊嚇！成班嘅大埔嘅球員方面啦，非常興奮，無論球員、職員、球迷或者球員的家人，或者因傷缺陣嘅菲力哥哥、足球先生陳少君一樣都係咁開心。你開心，我又 happy；你又興奮，我又過癮。好啦，已經做定啦呢個冠軍 band。